来，这个风台扫过菲律宾的岛屿了后，强度会被破坏，可能会转做轻度的风台，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。外围环流拜六暗开始来影响台湾，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半岛的天气拢会无稳定。刷落来，黄霜雨、梅雨的方面的到位，都要注意强降雨。若今仔日也是真热。 外口真正是足热的，今日南部温度上悬37度，中部、北部温度嘛有33到35度。但是东西两边无共款，要注意东南海面顶悬的风台。16号阴暗时到17号离台湾上近，气象局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它接近的时候呢，它的强度上可能是一个轻度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。那目前呢，还是没有排除发警报的可能。 虽然讲强度受到破坏，结构减弱，但是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嘛是要注意可能会落雨。16号、17号拄到各种会考，天气较无稳定。17号透早，西边沿海地区会有落雨的情形。东部、东南部的考生会记早雨刷出门。后礼拜一风台应该就会走啊，但是今年第2波方面，后礼拜二报道要注意天气无稳定。 会在台湾滞留一段时间，而且这个锋面下来的时候呢，会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，会比较变成多雨的天气形态，而且容易有强降雨的发生。一时有日头，一时佫落雨，天气变化较大。台北车站地下1楼往捷运的方向，地砖突然间破起来，周围即摆已经围红亮，厂商慢慢入去修补，提醒你唔通挖伤近，危险。